亲爱的兄姐，礼拜即将开始哦，我们请铁三角的同工尽量往前坐，带着你们的组员。那我们敬拜的时候，那个手机哦，请关震动或开飞行模式。那谢谢大家的配合。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邀请大家从座位上起立，我们要预备心来敬拜神。好，我们用我们的笑容来告诉旁边，用我们的笑容对着旁边的，对不起，对着旁边人发出你最大的笑容。你来告诉他说：“我充满了喜乐。”告诉他：“我充满神的荣光。”好，我们一起预备心，我们要来敬拜神。我们先把所有的事情都放在一旁，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让神成为我们敬拜的焦点。阿们吗？阿们，阿们。我们眼睛闭上，我们一起来领受圣灵。我们一起来说：圣灵，我们欢迎你。圣灵。圣灵，我们邀请你来。圣灵，我们邀请你来。圣灵，我们渴慕你。圣灵，我们渴慕你。
圣灵，我们渴慕你的神迹。圣灵，我们好爱你。圣灵，我们好爱你。将我们的敬拜的焦点放在神的身上。你现在所有一切忧虑事情，没有一件事情比敬拜神更重要。你在担心你的薪水，担心你孩子的问题，夫妻的关系等等，工作的烦恼等等，没有一件事情比敬拜神还重要。那我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其他的都要加给我们了。谢谢天父，我们将你摆在我们生命的中心。唯有敬拜你是最重要的事情。此时此刻，我们预备好我们的心，就是要来遇见你，就是要来遇见你的荣耀，遇见你的同在的降临。这时候，我们一起用使徒信经来告白我们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欧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们，阿们。在我们敬拜之前，我们先将我们最大的掌声献给神。我们欢迎圣灵来，阿们吗？阿们，阿们，阿们。我们要来再唱一次，来诉说神的美好，阿们。来诉说神的荣耀，阿们，阿们，阿们。让歌声嘹亮，歌声嘹亮。
生了。一起用拍手来赞美神 ，Come on！ 这让你的火热，让你的心火热起来，赞美神。 神的百姓大声来赞美神，阿门吗？阿门，阿门。我们是神的百姓，我们是充满信心的百姓，阿门。你告诉你旁边，跟他说：“我充满信心，赞美神。” 中，你伸出大手拉住我，求除去我心中所有的怀疑，旷野之中紧紧跟随，云柱火柱。海浪之中，我必不沉落；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 充满信心，告诉旁边人，跟他说：“我的神为我征战 ，Come on， 我的神为我征战。” 主赐给我不动摇的信心，海浪之中，你伸出大手拉住我，救赎去我心中所有的怀疑，在旷野之中。 神，阿妹吗？有些人可能戴着口罩，有些人没有，没有关系。这时候你就露出你最大微笑，对着旁边人跟他说：“我的神为我征战。”再告诉他说：“困难中我必定得胜。”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活着来赞美神。海浪之中，我必不沉落。 大声来赞美，热血来跳舞。我必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不放弃，因我深信你应许不改变。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疑惑之中，我仍然。
的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相信就必得着。我的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大声来宣告，就必得着。海浪之中，我必不沉沦；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不放弃，因我深信的应许不改变。在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因我之中，我仍然祷告，心在水面的气息，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征战。大家一起来拍手，6、7、Go！海浪之中，我必不沉沦；旷野之中，我必不迷路。不退缩，也不害怕，不动摇，也不放弃，因我深信的应许不改变。困难之中，我仍然赞美。你我之中，我仍然祷告，心在水面的气息，刚强壮胆的前进，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征战。在水面，刚强壮胆，我的生命在前面为我征战。哈利路亚！如果你的神为你征战，你就大声欢呼献给他。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神与我们同在，阿门吗？我们刚刚的敬拜就像在天堂一样，阿门吗？我们一起来敬拜神。耶和华就是我们的牧者，无论我们在高处、在高山上，或是在低谷，我们都能敬拜他，阿门吗？主是我的牧者，唯一所需，在每个季节你爱引领，你是供应者的神君王，你是我力量泉源。在高山我要赞美，在低谷我仍赞美，我不畏惧，不再畏惧，因你与我同行。在敌人面前摆设筵席，有你的同在，我不怕遭害，恩惠与慈爱跟随着我，从今天直到永远。在高山我要赞美，在低谷我仍赞美，我不畏惧，不再畏惧，因你与我同
我不被满意，在你同在里，祝福已降临，你超乎所求。求神灵很高我，求神灵能高我，在你同在里，祝福已降临，你超乎所求。我不被满意，我不被满意，在你同在里，祝福已降临，超乎所求。神你能高，很高我，求神你能高我，在你同在里，祝福已降临，你超乎所求。在高山，我要赞美；在低谷，我仍赞美。我不畏惧，不再畏惧，因你与我大声来宣告。在高山，我要赞美；在低谷，我仍赞美。我不畏惧，不再畏惧，因你与我同行。这首诗歌它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福杯满溢，阿们吗？当我们想着我们今天虽然下雨，但是我们眼睛还能睁开，还能爬起来，还能来到这边来敬拜神，我们就充满了感谢，阿们吗？我们今天这边还有冷气可以吹，我们就感谢神；我们还有衣服可以穿，我们就感谢神。外面有些国家已经开始打仗，他们没有办法去做礼拜，我们能想象吗？但是我们能站在这边，我们能在这边聚集，一起大声来赞美敬拜神，我们就应该感谢神，阿们吗？我们去拜访有些国家的时候，他们的家庭教会是要小声的敬拜赞美，因为怕被别人听到。但是我们不用，我们可以大声的唱出来，我们就应该感谢神，阿们。因此，我们有那么多的福分，我们要将这样福分来分赐出去，阿们吗？这时候我要邀请大家，我们要2-3个人成为一个小组，我们要一起来 RPG， 我们要为着我们的培育学校来祷告。我们的培育学校是我们培育我们的领袖非常重要的一个学校，也让我们更多人能一起加入到我们当中，让他们圣灵也被充满，生命也被转变，能像我们在这边一样来敬拜神，阿们吗？这时候我们2-3个人成为一个小组。我不被满意，
你同在里，祝福已降临，你超乎所求。这时候我想要鼓励弟兄姐妹们，这首诗歌唱说圣灵来恩膏我。当我们想象一下，当你想要圣灵来恩膏的时候，你的姿势，敬拜的姿势会是什么样子呢？高高把你的手举起，我们期待圣灵的降临，阿们吗？我们期待圣灵的恩膏，阿们吗？我们期待圣灵的医治，阿们吗？我们渴慕圣灵带来的神迹，阿们吗？我们大声来唱，预备 ，Come on！ 我不被满意，我不被满意，我不被满意。大声开口来敬拜，在你同在里，祝福已降临，超乎所求。求圣灵能高我，圣灵能高我，来高我。在你同在里，祝福已降临，超乎所求。最后一次，最后一次，我不被满意，我不被满意，在你同在里，祝福已降临，你超乎所求。圣灵能高我，求圣灵能高我。在你同在里，祝福已降临，超乎所求。大声来宣告。God, you're so good to me. God, you're so good to me. 这个神对我们意念是好的， God, you're so good to me. 许多祝福在我们生命当中。You're so good. God, you're so good. God, you're so good to me. 所有热情敬拜的百姓，我们将掌声都献给神，哈利路亚！将我们欢呼也献给神，阿们吗？阿们，哈利路亚！邀请你告诉旁边人，跟他说，注意听好，告诉他说，这就是天堂的敬拜。再告诉他，神迹会发生在你的生命中。阿们，弟兄姐妹，请坐。这时候我们要来攻读圣经。圣经记载在新约圣经哥罗西书第1章3到8节。我们一起来攻读，请。我们感谢神，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所听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如同在你们中间。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一同做仆人的以巴弗所学的，他为我们做了基督中心的执事，也把你们因圣灵所存的爱心告诉了我们。圣经攻读到此，愿神的话语常常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这时我们请本堂潘牧师来证道，他的题目是结果与增长的人生。结果与什么？增长的人生。你的生命有结果有增长吗？跟旁边你跟他说，我有结果也有增长。哈利路亚，感谢主。
让我们今天呢，透过哥罗西书，我们要来看在哥罗西书里面对早期哥罗西教会所讲的，然后究竟为什么我们还要再听那2000年前的哥罗西书？哦，好，那牧师要先问我们，在你的生命里边，你觉得什么是你最看重的？什么是你最看重的？你自己，还是你的配偶，还是你的孩子？你有没有发现，好像我们在看重的事情上面，有时候，并不是那么的需要让你去挂虑，而是你可以把这一些的事情呢，你可以先把它交托，然后在神的手中。弟兄姐妹，我们在结果跟增长的人生里面，你究竟怎么样去衡量你的标准？有2个企业的主管，这2个企业的主管，第一个，这个主管呢，他一进到公司就大刀阔斧的，然后呢，开始呢让他的员工呢，拼命的冲业绩，冲了这个业绩，公司营收有没有翻倍？公司营收增加了，大家都为他鼓掌叫好，真是一个很好的主管。因为他一进来呢，就是看到那个业绩的重要，所以呢，他在这个事情上面他努力，所以大家非常的拼，非常的拼。第2个主管，他来到他的公司呢，他一开始他就先关心他每一个员工。哎呀，你们在这个公司里边上班多久了？那你们有遇到什么问题没有？你的家庭如何？他就开始关心。可是，在1-2年之后，即便他这样关心他的员工，他的业绩没有提升，反而还有一点降下来。不过这个主管呢，他依然关心他每一个员工，甚至还跟他们一起吃饭，告诉他们我们怎么样一起团队。在这10年后，牧师要问了，10年后这2个主管，请问在他的公司里边，谁会做得好？谁会持续得久？你说呢？第一个还是第2个？第2个。为什么？丽娜长老简单说。因为他关怀人，先关心他们的需要，把爱送给他们。先把爱送给他们，所以即便公司呢，可能这一次的这一年的业绩呢，整个的绩效不太好，但是他们愿意继续的跟这个主管努力。弟兄姐妹，成功不等于结果是，扩大不等于增长。成功是人在世上的眼光，但是神他看我们的眼光，乃是要从内在生命开始。阿们吗？所以今天我们的信息要来告诉我们，我们能够结果，我们也能够成长，也能够增长。但是我们跟世人的眼光不一样，因为我们乃是对齐在耶稣基督他的身上，他叫我们怎么样结果，我们凭什么而增长？在这个里面要来告诉我们。感谢主，让我们能够今天认识哥罗西书。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的读圣经已经进入到哥罗西书第2年了。现在是3月1号开始进入哥罗西书。牧师问，哥罗西书呢，总共有几章？总共有几章？10章？4章，非常短。你今天读1章，明天再读1章，很快就读完。然而，你读哥罗西书呢，目的是什么？它对我们帮助很大。哥罗西书呢，它是一封从监狱里边叫人拿出来送出来的信。当时是谁在监狱里边？是保罗。所以呢，这封信很特别的是，一个囚犯他在监狱里边，他却可以写出安慰、造就、劝勉人的话。他自己已经被束缚，被牢狱束缚了，可是他的心虽然关了他的肉体，但是他的灵却是在基督里边，他的灵却是自由的。所以
保罗呢，他写这封信的时候，不是在讲台，而是在监狱里边。这一封信呢，成为在哥罗西教会信徒们非常大的一个提醒。这封信适不适用在我们永光教会？在座的，如果这一封信拿到你的手上，寄到你的手上，请问你会不会把它打开？当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你的感受是什么？你会不会想要看？会，因为保罗他所写的乃是圣灵在他的里面对他的启示。而哥罗西呢，在这个时候他面对了一个问题。保罗他在监狱里面，他怎么会知道哥罗西的教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哥罗西的教会呢，应该是保罗他传福音的时候，然后呢，透过他门训谁呢？以巴弗。刚刚我们在经文里边有读到，有一个中心的执事，保罗称他为中心的执事，叫以巴弗。而那个以巴弗可能就是保罗所门训的。然后呢，以巴弗呢，他就在他的家庭里面开始了家庭小组，所以呢，这个教会就慢慢的被建立起来，成为哥罗西教会。可是教会呢，成立之后，它的发展并不是那么的顺利，因为当时一直在不断传达，社会里边不断的在传达一种的思想，就是崇拜天使的思想。还有，因为在那个哥罗西的城市，当时是非常发达的，商业非常的繁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有很多的从外地来，甚至是当时的很多的哲学思想、理性，不断的渗入到他们的社会，也就进入到哥罗西的信徒当中。所以在那个时候面对的一个问题是混乱。好多宗教的混乱，而那个宗教呢，它有很奇怪的一些思想，这些思想都在影响哥罗西教会的基督徒。所以保罗他就主笔，然后就写了这一封信。因为呢，以巴弗呢，他到监狱去探访保罗，所以呢，就把这话告诉了保罗。他不是用 Line， 他不是用电话。他是坐船，坐了好久，然后呢，到罗马，然后到保罗的监狱去探望他，去面会他，告诉他说，现在我们过去开拓的那个哥罗西教会，保罗牧师啊，现在那个教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什么样的，现在那个社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然后呢，教会可能也会慢慢受到影响。保罗就开始写了那一封信，就是哥罗西书，阿们。而这个哥罗西书里边呢，特别保罗告诉信徒们，他说：“我们的耶稣基督是唯一的主，所以呢，我们不需要去听外面这些神秘主义，好天使主义要拜天使。他们有一个观念很奇怪的，他们说：哎，你们所信的神很好，耶稣呢也很好，可是呢，耶稣他没有那么大的能力，还有其他神明也有能力。这个跟我们现在崇拜的有没有一样？民间信仰有没有一样？所以在当时哥罗西的教会，跟我们现在新北市、台北市是差不多的情况。所以保罗就告诉他们，要他们单单的尊耶稣基督当作唯一。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们遇到的冲击就是，不是只有耶稣基督，他们在讲的，你还可以信其他的神。而且他说，上帝创造了耶稣，然后呢，上帝也创造其他的神明，还有上帝创造天使。所以呢，耶稣呢只是跟其他的神明同列在一起，耶稣不是最大的，而且呢还需要天使。这些天使呢创造了人类，好。所以呢，因为人类都是犯罪的，不用上帝来创造，因为上帝是完全圣洁的，他不会创造有罪的人啊，我们都是有罪的啊。所以呢，我们是天使创造的，所以我们也要来拜天使哦，啊，跟他说好话哦，然后呢，透过天使给我们转达啊，跟这个天父跟上帝，然后告诉他，我们有什么样的需要，他才会赐福给我们。弟兄姐妹，
当时宗教的混乱是这样，是，所以你要信什么？这个会不会影响到哥罗西教会的信徒？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现在可能在外面有人在传这个要拜天使，我们弟兄姐妹会不会受影响？你会受影响的举手一下，不会受影响的举手。跟旁边人跟他说：感谢主，基督是你的唯一。所以在当时呢，他们不断的要把对耶稣基督那个唯一性呢，要把它否决掉。他说再加一点点没关系啊，耶稣没关系，你信他也干，然后再加一点点，再加其他的色彩，再加其他的信仰，所以再加一点点，再加一些的禁欲主义，再加一些苦修主义，所有的都是把基督给边缘化。这就是哥罗西书他被写成的一个目的。保罗他对哥罗西的教会他说，神的爱子就是神的像。我们看不见神，但是已经透过耶稣基督，我们已经看到耶稣基督了。所以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像。我们说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像，来，并且他是首生的，一起来念，来，是在一切。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到这个圣经的时候，他说是首生的，然后一切被造的什么样？所以会跟前面，那不是第一个生出来，他怎么又是在被造以先？所以这个首生的不是被造，他乃是源头。阿们吗？所以我们的耶稣基督他就是源头，我们的天父是源头，我们的耶稣基督是他的爱子，就是他的像在我们当中。所以呢，当我们认识耶稣的时候呢，我们要确信他是我们的唯一。感谢主，让我们能够知道基督已经完全不需要再掺杂任何的信仰。阿们吗？所以倘若你现在透过网络，你还在追求其他的心灵疗法，请你 stop， 不要再去连接那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那个不是神，你知道吗？那是从仇敌来造假的，为了要迷惑人心。所以基督已经完全不需要任何的加法。我们一起来念，来，基督。所以当人对你说的时候，你说我单单只有耶稣基督为，其他的神明我都不拜。好，我们就讲到说，那么结果子的人生究竟是指的是什么呢？它指的就是你内涵，你的生命的内涵。所以保罗他写哥罗西书是为了对付异端，然后呢要高举谁？高举耶稣基督。亲爱的弟兄姐妹，牧师为什么在这里这样竭力的告诉我们？因为这是我们生命唯一的盼望。牧师在台上不高举基督，那么要高举谁？没有一个是配得我们在这神圣的讲台上面所高举的。金钱不是，名利地位都不是，只有耶稣基督。这也就是我们的保罗他所教导的。阿们吗？所以跟旁边人你跟他说，我们要高举基督的名。保罗为了让这些的弟兄姐妹们告诉他们，你们现在所认识的这些都是小学，这些的理性哲学，这些的神秘主义非常多，这些都叫小学。好，我们来念一下哥罗西书的第2章了。来，我们请你们要什么是小学？所有世上的知识、智慧，如果跟我们伟大的创造宇宙的神相比，请问我们所认知的知识、聪明，是不是小学？是。保罗照理说，他是一个非常 IQ
是非常高的人，他是非常有智慧的，他也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在他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之前，他的理性让他骄傲到他抓基督徒，然后呢，他嘲笑你们拜这个耶稣，你们疯了啊！这耶稣是谁？你们怎么会拜他呢？你们应该要守法利赛的主义，守犹太的主义，就像我这样子。你看，我就是一个学者，我遵守这些的法律。你们拜那个耶稣不对啊！你们全都疯了啊！这是保罗在还没有认识耶稣之前的心思意念，就是要铲除我们对耶稣基督的敬拜。当有一天耶稣基督亲自在他的面前显现的时候，他才知道我是罪人，我一无是处。他全然的在那个时候，他看见了耶稣基督，所以他开始传福音，高举基督。所以你知道吗？理学所指的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现在所很多的讲到的哲学啦，很多的部分，还有虚空的妄言。我们有没有遇到虚空的妄言？很多人讲了一堆非常奇怪的知识，包括我们现在在网络上，因为我们没有照着基督，所以你知道，我们就人心就会被掳去。你的小组的组员，你再想一下，哪一个人没有来？你的组员哪一个人很久他已经没有到你的小组了呀？他可能在这个事情上面跌倒了，被世界掳去。世界掳去也包括你的工作，你的赚钱。神他说，你礼拜一周间你专心的赚钱，但是你的礼拜日要把这个时间归到神的里面，因为礼拜一到礼拜六不是你工作算了，而是神他让你的工作，让你得健康，让这个地上没有地震，没有什么样的战争，没有什么样的灾难，让我们能够平安度日，健康工作。这一切的来源都是来自于神，所以我们的心思意念不要被这世界给掳掠了。所以不按照基督而行，就会被世界掳去。阿们。所以我们要成为一个认识基督的人，在我们当中。所以一个有知识的人很好，但是如果你的知识、你的科学超过了基督之上，要凌驾于基督之上，那产生的骄傲，把基督给边缘化，并且让耶稣基督他不能够成为唯一的中心。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家庭，耶稣就是我们唯一的中心。所以呢，我们耶稣只是单单的一个选项，别无其他。所以如果你还在想其他的，还有什么样的法力能够帮助你得到更容易、更快速得到金钱、名声，甚至呢得到情色，这个都是错误的。所以如果你所做的不在基督的里面，被这个世界所影响，所以牧师就要问你，是不是现在在你的生活里边，你是结一个好的果子，还是在享受肉体的欲望里边？如果你还在沉迷在情色的网络当中，牧师要说，借这个机会你要脱离，完全的斩断，因为那不是从神来的。神给你丈夫，给你妻子，那是神为你量的。其他还没有结婚的，千万不要陷入到这个诱惑里边，因为你若不圣洁，你就没有办法带出你结果的生命出来，这也会影响到你的未来。所以我们一起来说，基督是我的唯一，然后没有别神，连想都不要。我们一起来说，来，请，基督是唯一。在哥罗西呢，它是有崇拜，还有很多其他的神。哥罗西城它很旺、很繁荣的城市，但在这个哥罗西城里边呢，它却有这样的非常多的混乱的宗教在我们里边在我们当中，我们有知道还有其他的混合的宗教。我们知道在我们所碰到还有什么样其他的宗教跟基督教很相似的？
有哪个宗教？摩门教，还有嘞，耶和华见证人，还有嘞，全能神，还有一贯道，一贯道也拜耶稣哦，你们知道哦。所以呢，你就不要被迷惑了他们也拜耶稣有耶稣，那我也去拜一贯道，我就去一贯道。这些牧师所举的这些的教派，在他们的教义里边，一开始好像是在讲耶稣，在讲上帝，这个都没有问题。可是讲到后面开始偏喽，他不是把耶稣基督当作唯一哦。所以我们一定要很清楚，要有辨别力。所以呢，哥罗西短短的4章，这个就是给我们导览。第1章就在讲高举基督，第2章他告诉你怎么样去谨防这个虚假世界的谬论影响我们的思想。第3章他讲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可以活出基督那个充满兴盛的生命，阿们。第4章呢，他讲到同工家庭都要成为同行的家人，小组里边教会里边要有同心才能够同行，阿们吗？牧师要说，我们在这个世代因着网络的畅行，所以牧师要提醒的是，我们一定要坚定你基督的信仰跟辨别力，阿们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倘若你在这个里面呢，你慢慢被世界拖走，你的心你的意念就会被混乱。然而你就我没有去教会也没关系，我做其他的事情，反正我在家里躺着也能够看直播，也是在敬拜神。除非你身体有问题，除非你不能走路，若不然，那神祝福你健康，祝福你双腿可以走路，双脚可以高举。为什么你不用它来敬拜神？你躺在家里面的人，不能出来礼拜的人是怎么样的人？身体不舒服，他可能不方便走路。所以你知道吗？上帝他说不要停止聚会，礼拜天要来敬拜神，那是因为神他祝福我们健康，所以来到教会里边的人都是健康的人，阿们。你跟旁边你跟他说我看你很健康，哈利路亚。今天有没有新朋友在我们当中？新朋友举手一下。哇，我们为他们来掌声。感谢主，上帝要在你们的生命里面让你们结出漂亮的果子。所以呢，保罗他写了这封信，他是责备哥罗西教会的信徒吗？你们说他是赞美他们还是责备他们？回去再读哦。现在我们那个牧师的讲章没有把它全部写完，我有空一些哦，所以你要认真的听哦。哥罗西的教会呢，保罗他告诉他们说，写信呢，如果你收到这一封信，然后他写说，你们是一个坚固信仰的，并且你们是成熟的基督徒，你们很棒，你们守在基督里。请问你有没有被激励？是。保罗他不是责备他们，他乃是为他们而感谢上帝，让这一群哥罗西教会，让永光教会的弟兄姐妹，虽然现在网络这么的疯传，然后呢有什么宇宙力吸引法则，什么心灵，什么能量，还有什么水晶球，虽然这么多的网络都在诱惑他们，可是永光教会的弟兄姐妹坚持在基督是唯一的信仰当中。他说你们的生命结了果子，并且你们有爱心，非常的有爱心，你们彼此在小组里面扶持。为什么我们有这个信心，有这个爱？因为我们知道天上带着一个盼望，就是这耶稣基督，他是一个永恒的爱的盼望。所以他说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姐妹结出漂亮的果子，阿们。小组长举手一下，小组长，哈利路亚。牧师要请问你在你的小组里边，你的小组是不是漂亮的果子？你跟你旁边的组员，你看他说，你们都是漂亮的果子，哈利路亚。
没有被小组长跟你提到的，你可能没有进入到小组哦。好，你没有小组长这样对你说，旁边现在没有都没有人对我说的，来，你没有接收到这句话的，请举手一下。没有接收到的，那不然就是小组长没有在这里。来，你的小组长没有在这里的组员全部站起来。组员有来，组长没有来的站起来一下。好，这组长可能在家里睡觉。OK， 好，把这个话呢，跟你的组长，你跟他组长，牧师今天有点名，你没到，我要为你祷告，我要为你祷告，让你的生命结出果子。我们可不可以服侍组长？组长需要被鼓励啊，要不然总是组长在鼓励你们，然后组长呢，哇，灵里面非常的干渴，所以呢，我们要鼓舞我们的组长呀。牧师请教你，你的人生走到现在还是很忙，对不对？哇，你常常动不动就挂在你的口上说我很忙，我很忙的，请举手。你这个礼拜有讲一次很忙的，请举手。一次以上，我很忙。哎呦，我们永光教会很忙的人类不太多哦，请放下。很忙的没有来。好，很忙的没有来哈。你们还记得牧师说那个忙是什么？新王，你按照字解释哈。Being under the yoke 是在一个捆绑里边，那个是忙。英文呐，你在忙碌的捆绑里边，所以忙。你如果说你忙，是你把你自己绑起来。从我认识了这个忙字之后，它的意义，我不再讲我忙了，我会讲我说我需要服侍。因为呢，我要把它用神的眼光来看到。因为当我服侍同工的时候，带领聚会的时候，那个叫忙吗？那个是捆绑吗？不是啊，那是一个喜乐的服侍。所以不要把忙挂在你的口上。现在要改什么呢？你在你的职场上服侍。阿们。当你服侍你的老板，你赚的钱你就觉得超级有意义了。你服侍你的员工，虽然他看了就很讨厌，但是当你说我是在服侍他的时候，你会看见他像一只绵羊。是啊，所以神可以帮助我们，眼光可以改变。这就是保罗他在做的事，就是要改变弟兄姐妹的眼光。所以你的生命要有结果，阿们吗？好，讲到这个，我一定要邀请我们这一位同工，他来做一个见证。他的见证从他很忙很忙很忙，到他现在他的生命有一个非常更新的一个呈现。我们来欢迎我们的米粒小组的副小组长陈淑珍，来，淑珍，哈利路亚。当他在分享的时候，你们要微笑，要不然他会很紧张。好，要微笑啊，跟旁边人笑一下，我们示范一下，要像张艺鸣这样的嘴巴，那个嘴巴的，还有那个我们谁，仁邦，你的嘴巴，来，仁邦站起来笑给大家看一下你的嘴型，仁邦站起来，要看到牙齿哦，好，我们再一次给我们的淑珍掌声，来听她的生命的历程。好，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去年我们家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那也因为这样子的挑战，神翻转了我的家。那我的先生过去是在我公公那边帮忙，所以他领的是我公公的薪水。那时候我们的经济状况还算稳定，但是5年前我公公过世，然后他就没有工作了。那我婆婆那时候的身体也没有很好，所以他就全心的照顾我婆婆。但是家里总是要人去赚钱嘛。那于是我就成立了公司，然后开始努力的赚钱，因为我觉得因为我很怕家里的这个就是钱不够用，所以我觉得我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赚钱，于是我就退出铁三角的服事，
然后在小组也是有一搭没一搭的。那每天孩子还没有起床啊，我就出门奋斗去了。那孩子回到家，我通常是还没有回家，或是已经累到睡着了。啊，那个时候我的这个生活是很没有品质的，然后跟家人的关系也越来越疏远。那不管我怎么赚钱，我的钱就是不够家里的开销，所以我就开始想办法。我把房子拿去贷款，我买股票、买基金、投资其他的事业。渐渐的，我的收入跟我的开销，就可以打平了。我以为从此之后，我就不用再为我家里的经济来烦恼。没想到去年，我一笔最大的资金出了问题，就是放款的公司的负责人因为违反银行法被羁押，那公司的财产被扣押，于是他就没有办法还我钱。那我还是要给银行利息，那于是我就开始卖股票、卖基金，把所有我投资的这个签约全部都解掉。算一算，后来我负债了超过8位数，各位可以算一下，个十百千万。哇，我捅了这么大一个洞，我必须要花更多的一个时间去赚钱。我每天这样子很辛苦的去工作。那个身心都非常的疲累，那我又要烦恼官司的事情，然后我要对未来我家经济的状况，我又非常的恐惧。最后我觉得我人生没有盼望。有一天我坐在家里的客厅，然后望着那个窗户，我们家住8楼，我在想，如果我从这个窗户跳下去，我就不用再面对这一堆的事情。然后那一天，我依然来教会礼拜。潘牧师讲到，他说：“神不喜悦人自杀，自杀了将来是会下地狱的。”我在想，我活着就这么的辛苦我死后还要下地狱，这样不行。所以我就打消了这个念头。然后再隔一个礼拜，那我们的教会有一个外国的牧师，就是之前我们青少年军役的先生，然后来这个永光教会讲道。然后在讲道的末了，他就邀请需要的人来到台前然后做这个就是要给这个上帝医治释放。那因为那时候我非常的干渴，生命非常的干渴，我就冲上来，我都没有考虑就冲上来。哇，我很快的被圣灵充满。我那时候感觉神非常的爱我，神从来都没有离开我。那一天我就抱着牧师痛哭一场。那时牧师还不知道我发生什么事。那因为我是很爱面子的人，所以发生这么大的一件事情，我都没有跟家人讲。我甚至于不想告诉牧师，也不想告诉我的小组长，我就一个人这样子撑着。但是我没有忘记，我还有一位上帝可以说。所以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开始读圣经。我才发现，以前我从来都没有认真读过圣经。那时候我才发现，神会透过这个读经来跟我对话。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一天没有读圣经，我就没有平安。再隔一个礼拜，就是那个本玉结婚本玉跟佑生结婚，那结婚就要包红包嘛。那我过去有一个习惯，就是比较完整、比较漂亮的红包，我就会把它收藏起来，然后等到有需要的时候再拿出来用。好，然后那一天我就挑了一个红包，我觉得还不错。里面居然有上面这一张卡片，然后上面写着：“我必在旷野为你开道路，在沙漠为你开江河。”然后周信荣、潘主任牧师敬贺。我看到这张卡片，我眼泪就一直流，因为我知道神在向我说话。然后我听到圣灵的声音，他说：“你赶快打电话给潘牧师。”那我就跟圣灵说，可是我平常就没有跟潘牧师联络，然后我又已经慢慢在教会已经没有服侍了，我现在有事情才要去找潘牧师，这样怎么好意思？圣灵说，你就赶快打电话给潘牧师就对了。然后我就鼓起勇气打电话给潘牧师，然后潘牧师接到电话就说：“我等你很久了，你赶快来。”然后呢，那一天晚上，潘牧师就陪我陪到凌晨超过12点。
那我要离开的时候，潘牧说：“你要不要试试看，每天早上来教会晨祷？”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每天来教会晨祷。第一个礼拜来晨祷，我每天都哭得稀里哗啦的，都泪流满面。我想那是上帝的医治。第二周，我就开始觉得，我充满了平安跟喜乐。然后我周遭知道我状况的朋友说：“啊，你是问题解决了哟，不然你怎么这么快乐？”我说没有，因为我每天去教会晨祷，然后他们都觉得我很奇怪。好，这样祷告了一段时间，我就觉得，我心里有平安了，我可以告诉我的家人了，说不定我的家人或者我亲戚朋友会来帮助我。然后呢，我就向家人跟我的亲戚，来诉说我的情况，但是，想不到我得到的是指责跟谩骂，说我笨，说我贪，我内心非常非常的伤心。那于是我就打电话给潘牧师说：“我决定，我已经跟大家宣布我要离开这个家了，因为我撑不住，我也没力气了。”那一天晚上，我先生他跟我忏悔，他说：“老婆辛苦了，我会陪你面对未来的困难。”但是我哪有可能这么快就原谅他，对不对？所以呢，他就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讲到天亮。好，然后天亮我还是去教会晨祷。我跟牧师说，我的先生有跟我忏悔，然后牧师说：“那我这个礼拜我可不可以去你家拜访？”好，那我就问过我先生，我先生说可以。好，那牧师在那个周末就带着弟兄姊妹来到我们家，然后牵着我们全家人的手，跪在地上祷告。那一刻，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动。从那一天开始，牧师每天晚上10点就陪伴我们夫妻祷告。不到1个礼拜，我先生就找到了工作，而且是非常好的工作。他有一点年纪了，所以其实不好找工作。那我先生的兄弟姐妹也申请到了外劳来照顾我的婆婆。那在这段时间，我想我先生也因为感受到神的祝福，所以他在去年的12月也受洗成为基督徒。他受洗之后，我们的感情就越来越好。好，那以前呢，我们常常为了家里的经济状况吵架。好，那现在破的洞更大，反而这个感情越来越好。这个不是圣灵的动工是什么？我的女儿跟我的儿子讲说：“爸爸妈妈现在感情这么好，很不习惯呢。”对，我现在非常有信心的知道神会为我开路，即便遇到这么大的困难，神仍然一步一步的让我关关难过关关过。我已经都知道神会为我解决这么大的一个事情，我还有什么好害怕的？所以我终于体会到读经祷告带来的信心，然后这样的信心也让我的心里充满了平安跟喜乐。各位弟兄姊妹，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的选择是什么？还好，在这个时候，我选择跟神对话，我选择读经祷告。于是我没有抱怨，我一直的在等候神，一直在等候神的祝福。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2025年，我这样子的经历，让我重新跟神建立更亲密的关系，也建立更美好的关系。我也体会到，我在困境中看到盼望所得的喜乐跟平安，是这么样的一个宝贵。我的分享到这边，谢谢。哇，这是一个真实的见证，是。所以你在你的经济上有没有遇到困难？不要这么快就放弃你自己。有没有在任何的事情上面有什么样的需要？是你要寻对的方式，对的方式就是连结在基督里边。
牧师呢那一段时间，为什么我会跟他说你赶快来，我等你好久了？为什么？我也不晓得他的事情，连他的小组长他们也都不晓得，所以可是神就感动我的心，所以没想到他就打电话给我，我就说我即便很忙，我都把事情拨开，我就说你赶快来，所以我才知道原来他的问题这么的大，哇！所以赶快牧师就赶快积极帮他协助，然后参与在这个里面，因为这是圣灵要救的家庭，阿们。是，所以牧师只是一个被差派，所以牧师如果在想谁的时候，你知道吗？那个就是神特别需要关心的。我一直在想启祥的太太小朱，启祥举手一下呀，小朱是不是你的太太？我有叫错吗？没有哈。OK， 回去跟他讲，牧师在想念他。还有瑞俊，瑞俊有在这里吗 ？OK， 牧师也在想瑞俊，是。所以弟兄姐妹们，圣灵知道你的生命景况如何，他透过他的仆人小组长来关心你。那个关心不是只有表面的，而是他要进入你的内里，圣灵要来造访你，改变你现在的状况，让你能够对齐于神，并且你的生活要兴盛。淑珍因着他这样子一路走过来，他的坚持，他没有放弃这个信仰，也没有放弃自己的婚姻跟家庭，所以呢，圣灵呢就大大为他动工，然后让他的老公不可能成为可能，所以她的丈夫也来受洗。丈夫在哪里？有来吗？来，丈夫来，她的老公360度转一下。你们觉得现在孟峰他的脸跟去年的脸，你觉得很不一样？现在变帅、变年轻、变荣光的，举手一下。呀，是，他现在非常非常的喜乐，是，所以呢，他还要再更喜乐。他的生命不是只有独享这一份神赐给他的丰盛，他要分赐出去。所以呢，牧师在等他报名生命更新营。来，他说他现在工作很忙，是。你人生越忙，你越要怎么样？也要依靠神，不是说我赶快再去工作，然后不要去聚会，然后不要接受该有的装备。我跟你说，你还是苦了你自己。神说：“来，把你的担子交出来，我为你忙碌。”神就为你开很多的契机，阿们。所以呢，你可以踩着耶稣的肩膀往上升哦。好。所以呢，感谢主，我们的永光的家人呢，因为认识了真相，然后勇敢的走到街头去布道，因为我们看到这天上的盼望。刚刚在影片里边是不是有告过去？好，我们来看这个一下来。我们的铁三角呢，也透过我们这样的培育，然后铁三角的祷告深度增加了，阿们吗？这么小声的阿们呢？哈利路亚！你看我们的 RPG。让我们的祷告那个胃口更加的开阔，阿们吗？你们的阿们要大声一点，我一个人都比你们200个人大声，阿们吗？我们的组员爱心的宽度扩张，阿们吗？还有，我们的同工铁三角有没有情绪更加稳定了？哈利路亚！爱心宽度这个牧师就要讲一下了。我们看到这个是我们在1-2个礼拜前，然后呢去这个慧珍组长他的组员吴望娇的家，然后呢去做了一个开幕的感恩的聚会。然后我们知道在望娇呢，他在过去他一个人，然后带3个小孩。所以呢，他在工作上面也常常因为还要照顾小孩，所以没有办法非常的顺利。他有一次他就车祸了，所以他车祸之后好久他的脚断了，所以都不能够工作。他还有3个小孩，但是呢，他在他的生命里边不断的依靠神。是，那他在上个月呢，因着他的组员的帮助，然后呢就帮助了我们的望娇，好一直鼓励他。给他信心，然后呢，有一些的金钱的帮助，然后在他们的
小组里边，哇，每一个人都为忘焦祷告，我们也为忘焦祷告。然后他就这样勇敢的站起来，因为他有神可以依靠，因为他看到天上的盼望，所以呢，就在他家里面开幕。你知道他现在开了什么？那个叫什么？美容媒体，是不是？是。所以在他的家里面一个非常棒的环境，他就自己持续的靠着神，然后往前走。所以呢，在这个忘焦的生命里边，我们看到他的小组是如此的爱护他、扶持他。忘焦今天有没有来？忘焦有吗？忘焦，好，来，这是我们的忘焦，来转过去看一下。忘焦，对，他是有执照的哈，是，所以呢，他开幕那我们弟兄姐妹要不要去捧场？要。慧珍组长在哪里？慧珍组长在外面，他的组员、他的铁三角，哇，全部去给他做一次，他去体验，哇，非常的棒。是，所以呢，牧师也鼓励我们自己的人，我们要支持。然后他有这个有这样的一个美容媒体的一个他的工作坊，对，然后我们都可以来跟他捧场，阿们吗？阿们，大家来体验看看哈，因为在生命的道路上不容易，但是因为永光就是我们的家，我们的家人，我们就彼此的扶持哈。上帝继续要带领在我们的忘焦的身上，所以，忘焦你有没有那个你的 DM 吗？有机会你再传给我，然后我再告诉弟兄姐妹们，好不好？好，如果你去别家的，先去他家，去他忘焦他那一家试试看哦。OK， 好。喝康爱到修伯哦哈，好，感谢主。所以呢，也因着这样子，我们在爱心里边，在信仰的确认上面，所以永光教会几次出去街头布道了，虽然遇到很大的难处，但是为了要得着人，让他们也认识耶稣基督是那生命的盼望跟救主，所以我们走出去街头布道。我们也看到我们的儿童牧区，我们是怎么样结果，然后怎么样增长的。我们儿童牧区，然后从亲子礼拜，他们来到青少年，是，所以你知道吗？当爸爸妈妈他有在小组，有在礼拜，然后呢，他的小孩也在教会成长，我们就看到这个小孩随着他青少年慢慢长大，然后在他的思想意念上面，有时候可能是叛逆，但是如果这个孩子是在教会成长的，是爸爸妈妈有在陪伴，即便他有遇到什么样的心理情绪的状态，然而都能够沟通，因为他们里面有共同的圣灵在这个家庭里边，所以呢，即便有问题没有关系，透过圣灵什么都可以沟通。所以我们的儿童、我们的青少年，我们一定要看重他们的信仰，因为我们深信圣灵在他们里面慢慢动工，慢慢结果，慢慢增长。阿们吗？所以呢，我们的生命是要产生影响力的，并且是要有扩张的。在刚刚的圣经里边，保罗他说，这个福音呢，不仅是传到你们永光教会哦，这个福音呢也传出去了。永光教会透过街头布道，有没有把福音传出去？传出去了。哥罗西教会也是这样，所以保罗称赞他们，你们没有受这一些的神秘主义，这一些的天使敬拜天使的思想，没有受影响，你们反而站立，而且福音传到普天下。弟兄姐妹，当时有没有网络？没有。那为什么福音可以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乃是因为圣灵的工作。我们说圣灵的工作，在淑珍的身上有没有圣灵的工作？每一刻都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在你的里面，每一个弟兄姐妹，你看旁边的，你看到他就是圣灵在他的生命里边，每一刻都在动工。你看他，然后你跟他讲，圣灵每一刻都在动工。你跟他说，我们的新朋友来到这里面，你今天会来到这里，也是圣灵带领你来的呀。即便你的朋友，然后呢拉你的袖子，拉到你的袖子都断了，如果圣灵没有感动你，你还是不会来。那是因为圣灵他说，孩子我爱你。你来到教会，你会领受到不一样的话语，那个就是你生命要兴盛的一个开始。阿们。不仅从你的家人也要因你而开始。
哥罗西教会现在还存在吗？因为地震已经埋在地底下了，夷为平地。当时的罗马帝国统治，所以你知道吗？在哥罗西的教会现在已经没有了，但是福音到现在有没有传下来？哈利路亚！所以城市会倒，但是神的国不会倒。国家可能会灭亡，但是神的国不会灭亡，那是因为基督他是永恒的真理。阿们。我们来讲一下，来，城市会倒，来，请。是罗马帝国有没有灭亡了？是，但是罗马帝国的皇帝是杀了我们的保罗，但是他杀了保罗，保罗所传的福音却流传到现在2026年的今天。这不是圣灵，请问这是什么？所以增长，并且要带来扩张。保罗他说：“我对你们说话，对你们讲道，不是用我的智慧，也不是用我非常委婉的，也不需要。我用的都是圣灵证明在我们当中。”弟兄姐妹，你的见证是不是圣灵在你的里面？阿们。这个就是我们在教会里边一个非常棒的基础。所以现在在讲求的理性主义跟科学的印证，凡是科学不能够查验、不能够印证的，我都不相信。所以呢，耶稣基督呢，基督教有许许多多圣经所记载的科学没有办法印证，所以很多人因为这样子，就有说圣经呢是编出来了，因为没有办法透过科学印证。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科学可以印证，那么科学呢就是神了。殊不知，科学呢乃是上帝创造宇宙万物当中的一部分的知识。所以科学它只是一个工具，但是它不是一个主体。主体乃是谁？我们的神，我们所信的基督。所以科学呢，透过研究之后，他跟你解释这个如何，为什么会这样，量子为什么这样。但是你知道吗？他告诉你如何，然而耶稣基督却给我们答案。这个量子的产生是如何，为何会这样？乃是因为神在这个里面，神的动工。弟兄姐妹，许许多多的智慧知识都是从神给我们的，因此我们得着的，我们更加的认识，原来我要的不是一个聪明，一个科学的聪明而已，乃是神要把那个智慧加上聪明在我的里面。他这里也提到说，你们从以巴弗所学的，你们知道吗？以巴弗他就是小组长。哈利路亚！我们在场的小组长，你就是以巴弗。阿们。以巴弗他的忠心，所以他被保罗所称赞。我们也称赞我们的小组长，所以有忠心的小组长以巴弗，我们也是，我们也是。阿们吗？好，我们来念底下这一句，行。以巴弗是，我也是。永光所有的弟兄姐妹都是成为小组长的，感谢主。我们在这几天呢参加了烈火特会，烈火特会呢，它办到今年呢第20周年要做结束了，所以烈火特会呢，它在今年告一个段落。那在这3、4天呢，到现在他们还在开始，从礼拜4、礼拜5、礼拜6、礼拜天，那么这是参加的全世界呢，这样来参加的，总共有现场有8000人。然后总共有17个国家，所以我们也有看到非洲的也有来，然后其他的地方都来。烈火特会，我们在参加里面，我们就听到有很多美好的见证。为什么我们要去参加特会？当我们读书的时候，我们不是就都在台湾读书就好了？为什么要出国留学？为什么？那你就读到高中就好了，为什么要读台大，而且还拼命还要去补习看可不可以考到台大？我们每一个人在知识上、地上的知识上不断的追求进步，更多更扩张。所以我们出国留学，然后去探索更大的知识，无限的经验。然而在我们的灵性上面，那个灵人我们却忽略他。弟兄姐妹，在特会里边，就如同你固定在一个生活模式里边，
但是透过特会都是非常精心的一个策划预备，那个是神为我们量给我们的。是，所以你参加特会，譬如说我是基督徒，我是小组长，有些人我说我是小组长，可是我服侍呢越来越没有力量。是，所以参加特会就好像让我们出国，让我们开阔眼界一样，再一次的被圣灵点燃，透过别人的见证。今天淑珍的见证有没有点燃我们？有。而在那里也是一样，那是圣灵特别挑选你，然后参加了这个特会。所以进到特会里边的，你有一个顺服的心，你把你的工作，把你所要做的事情放在一旁，你说圣灵，我把你摆第一，你给我机会，我听到会宴给我邀请，我就说好，我在这里，我要参加，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其中有一个从新加坡来的20出头的一个弟兄，年轻人，他做了一个见证。他从小他就被爸爸妈妈遗弃，然而他在小时候，他因为被父母亲遗弃，所以他就沉迷在玩电动的游戏当中。所以呢，他呢几乎可以在这个游戏里边呢已经称霸了。所以他说他很迷那个什么英雄联盟。哇，这个孩子呢，他因为他在生活里边没有爸爸妈妈的爱，爸爸走了，妈妈也走了，然而他就在他的同学开始搞怪打人，然后呢就被叫到校长室去。他就想说，我就没有父亲，没有爸爸妈妈了，我做什么事情都没关系啊，也没有人管我，所以他把自己呢就完全的放纵。这个孩子呢，有一天有一个同学然后那个同学平常个性还不错，同学就是跟他要说，我们去那个教会好了。这个同学平常也对我不错，好吧，那他就跟他去。结果他就去参加了教会的活动。他一到那个教会之后，他开始觉得原来教会的人都对他蛮不错的，所以他1个礼拜2个他就继续的去参加这个教会。他去参加这个教会的时候，然后呢，他就听到牧师对这些的年轻人说：“哎呀，父亲节快到了，所以呢，我们这些的年轻人们，你们都要写一张卡片给你的爸爸，跟你爸爸说谢谢，然后祝福爸爸。”结果呢，这些的年轻人啊，听了牧师这样子跟他们提醒之后，每一个人的脸都拉下来。牧师一看说：“奇怪，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一问，年轻人这些青少年就跟牧师说：“牧师啊，你今天讲的道很糟啊，我们不喜欢听。为什么呢？”他说：“牧师，你为什么要叫我们写信给爸爸呢？”牧师说：“爸爸节应该要写给爸爸，父亲节。”他说：“我们都没有爸爸，爸爸都不要我们了，我们干嘛要写信给我的爸爸？我不晓得他去哪里了，他丢弃我们了。父亲节是最糟的日子。”牧师他终于明白了，这些的孩子有的没有爸爸，有的没有妈妈，有的没有双亲，他们的日子是这样子。从那个时候，牧师呢在父亲节的时候就写信，就自己当爸爸，然后呢写信给这些的孩子，这些没有爸爸的孩子，没有妈妈的孩子。而这个小朋友，这个青少年，他第一次收到了父亲节从爸爸来，不是真爸爸来的一封给他祝福的信。生日的时候，教会的人为他唱生日歌。有一天他在学校，然后呢老师呢就说：“你们来画一张全家福。”这个孩子呢，他画全家福，他想到他爸爸妈妈都是不好的画面，所以呢，可是老师说要交一张全家福的画，所以他就画了一个假的爸爸，他期待的爸爸，画了一个他期待的假妈妈，然后呢，家里面呢也画了一台假的车，脚踏车，也画了一只假的狗，这就是他的全家福，就交出去。他来到教会，有一次呢，2位牧师师母都是牧师，就请他吃饭。结果他在那一刻，他看到一个真正全家福的画面。原来有爸爸妈妈，然后我虽然不是我真正的爸爸妈妈，但是他享受在那里。
从那一刻开始，他说他不再画假的全家福了，而是他已经有了真正的全家福。而他的爸爸就是牧师，他的妈妈就是女牧师。这个孩子因为教会这样，所以他在教会委身，他就从8岁、9岁、10岁就开始，然后开始在教会服侍网络的部分，因为他很会玩电玩，对不对？所以牧师就跟他说：“那你就来服侍这一块吧。”结果他就这样服侍。然后你知道他每一天来到教会服侍，他的交通路程要花多久的时间？要坐多久的时间？3个小时才能够到教会。为什么3个小时？因为他的教会在新加坡，他的家在马来西亚。他从马来西亚，然后呢，从他家里面，然后就先坐车，然后坐到火车站。火车站呢，然后坐，进入到新加坡还要护照，然后再转车转到他的教会，每一次都要3个小时，来回要多久？但是他仍然乐此不疲的就这样长途来到教会，因为他知道在这个教会有爱，在这个教会，牧师告诉我，耶稣就是我的唯一。而这个孩子现在在这个教会，他就专注的在做这个网络的服事的部分。他现在才20出头，他现在开始带10几岁的弟弟，然后也开始教他做网络的服事。这个教会叫做神之心教会。这个教会现在他们的年轻人将近有4000人，都是年轻人，20岁左右的。这个孩子呢，他不是很会玩游戏吗？然后他在这个教会，牧师看他这样长途奔跑，就问他，他说他没有零用金，所以教会就给他零用金，每一个月给他14000块，他可以买衣服，可以坐车，还可以存一点钱。可是呢，他还是很喜欢玩他的英雄联盟，所以呢，他的排行榜也很不错。后来呢，他们的教会要盖新堂，所以呢，牧师就说：“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们，不论你年纪如何，我们都来建堂，让更多需要的人能够来认识神，让更多没有父亲、没有母亲爱的孩子们来到我们的教会。所以我们要来建堂。”这个孩子就说：“哎呀，我没有钱，怎么样奉献建堂呢？”他回去就祷告，他祷告了之后，神就跟他说：“那就把你的游戏账户卖了吧。”哇，他心里面一听到说：“怎么可以呢？神啊，这个游戏账户是我从小的回忆，我现在呢还是靠着这个我的生活觉得也蛮有意思的啊！你现在要把我这个拿去，不行啊！”然后神就跟他说：“你现在受洗了，你不是把我摆第一吗？你不是把神摆第一吗？那你是把我摆第一，还是你的游戏账户摆第一啊？”哇，他祷告了几天之后，他心里面决定，他说：“我既然靠神给我的这么多的恩典，为什么我的游戏账户我不愿意卖掉呢？”他心里面大大的感动，他就把它卖了将近台币2万块，他就卖掉了，他不再玩那个了。然后他把这2万块完完全全的奉献给他的建堂。弟兄姐妹们，他是完全的奉献出去。他在他的生命里边，他认识了这位神。然后你知道吗？他的妈妈跟男人跑了，有了继父，因着他信主，所以呢，他让他的妈妈又重新的彼此跟他的妈妈相认。他的妈妈呢，就带了继父，然后又跟继父生了一个女儿妹妹，就带过来，带到哪里？带到教会。他的继父跟他的妈妈跟他的妹妹也都信了主，阿们。弟兄姐妹，这就是结果跟扩张。这个孩子他说，因着他可以站在那里来见证，他的生命就被扩张了，从一个被鄙弃人家不要的孩子，到现在他说，我是人人要的孩子，我是上帝要的孩子。所以他不再看轻自己。亲爱的弟兄姐妹，期待
以后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特会，牧师鼓励你们参加，对你的生命调整会有带来一个极大的帮助。所以在永光教会里边，我们怎么样结果，怎么样增长，就是牧师在这1年告诉我们的，我们要在礼拜、在小组、在培育、晨祷，还有11奉献上，你知道吗？当你在这个领域上面你持守，你知道神祝福你，10年后你会看到你的家庭，会看到你的孩子生命方向，就是你当年在信仰里面所做的一切。你的礼拜、你的信仰会成为你的孩子生命的方向，这就是国子长成了，阿们吗？然后你的孩子一代一代又不断的持续的扩张出去，这是神在我们当中要做的心思，阿们。感谢主，今天的神的话语必要来帮助我们。牧师也要请问你，你愿意把你自己交在基督的手中吗？让他成为你生命的主人吗？你愿意的，请你举手一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牧师，请我们一同起立。牧师要来为你祷告，特别是为今天还没有信主的人来祷告。哈利路亚。我们看见，我们不仅我要得福，我也要结果，我要扩张。因此我们透过小组，我们增长，我们结果都要把这一切归在神的名下。我们用这首歌，我们来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一起来。圣洁耶稣，你宝座在这里，哈利路亚，你荣耀在这里，君王就在这里，我们焕然仙境，拥戴你为王，荣耀都归于你，君王就在这里，大能彰显着你，和散那归于至高神主耶稣。圣灵进来，圣灵来造访你，我们敞开我们的心来领受圣灵。哈利路亚。我们将我们的心敞开，我们的手打开来敬拜他，将我们的手把那荣耀尊荣耶稣。哈利路亚。是的，我们尊荣我们的主，将我们的手举起，尊荣耶稣。姐妹，神要呼召你成为这个世代能够结果并且增长的生命，阿们。你愿意为你的家、为你的配偶、为你的孩子而结果吗？你愿意为你的职场、为你的公司来增长吗？那个增长不只是为你的公司勤劳工作，而是神要你把福音、把那个永恒的价值带到你的职场里面。因此牧师要呼召你，你愿意在你的职场来诉说神就是我们的帮助，就是世人的依靠吗？你愿意吗？你愿意的你说阿们。你有在上班的请把你的手举起来，有在上班的，你有在职场上面，牧师要为你祷告，因为现在要快速把耶稣基督的救恩赶快的分享出去。我们看到现在的战争
正如圣经所说的，世界末世快到的时候，国与国、民与民的攻打不断的发生，我们就知道那日子快近了。牧师要为你们祷告，主耶稣，你看到在这里所举手的每一位的弟兄姐妹，主啊，你把它放在那个职场的那个位置，不是偶然，不是突然的。主啊，必有你更高的呼召在他们的工作的任务之上。主耶稣，在这个世代，在今天的信息，主啊，你让他们已经听见看见，主，你就是人唯一的依靠跟盼望。主耶稣，求你将那个天上的盼望放在他们的里面，并且叫他们有一个热情跟渴慕，把耶稣基督你的爱分赐出去，如同哥罗西教会的弟兄姐妹。弟兄姐妹，牧师也要来请我们的，你是在学生的，你现在还在读书的，请把你的手举起来。你在同学当中，在你的班级里边，那是神为你预备的，你是班上的 VIP， 很多都是只有你才是基督徒，对不对？但是你很难在你的班上表现出你是基督徒，因为你很害怕。牧师要为你们祷告，因为每一位年轻的基督徒，你都是这个世代的战士。不要畏惧，不要怕他们的声音淹没你，你要把你的信仰发现出来，让你的爱，让你对他们、对班上、对你的导师，为他们祷告。3年后，你必会看他们改变，他们信了耶稣，那是因为你为他们祷告。学生，把你的手举起来，牧师为你在学校来为你们祷告。主耶稣，你看到在这些的年轻的孩子里边，每一个在他的班上，主啊，因着他在他的班上，他的导师、他的班级都要来得福，因为他们不只是做同学，他们乃是做同工。主啊，你把他们从你的爱在他们里面的，让他们在他的班上能够去爱他们的同学。当有人不被爱的时候，他们愿意多伸出他们的手来爱他们，扶持他们。主啊，让他们勇于把耶稣的爱传到他们的身上。主啊，让他们在学生的生涯里面，不是只有读书，而是有敬拜，有神的爱，有神的成全在年轻人的身上。哈利路亚，谢谢主。弟兄姐妹们，神也要呼召在今天你还没有信主的，我不晓得还有多少个机会你可以到教会，然而神要感动你的心，这个时间就是一个机会，让你完全的依靠神。主啊，我还要依靠谁？我还要依靠谁？我未来我离开这个世上之后，来一个大地震，我不晓得我的生命会如何。然而你说，主啊，从现在开始，我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你抓住我，你抓住我，你愿意让耶稣抓住你？你的手愿意伸出来让耶稣抓住你吗？你愿意吗？愿意大声说阿们。把你的手举起来。主耶稣，你看到在这里还没有记号的，他就是还没有认识耶稣，还没有成为你的孩子。主啊，我为这些人来祝福祷告。主啊，今天就是你的呼召，因为你爱他，从过去在母腹当中你就爱他，你就点他的名字了。主耶稣，你认识他，虽然他不认识你，但是主，你认识他比他认识他自己更多而又多。因此主啊，在今天还没有受洗的，主，你的灵进入到他的们里面，主，你对他们的灵说话，因为主，你要爱他们，并且你要给他们那天上的盼望。主，你要给他们在地上的生命充满了从神来的恩典。是的，主，让他们勇敢的把他们的手伸出来，让耶稣你来接住他们的手，并且引导他们生命，引导他们的家庭。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哈利路亚。君王就在这里，哈利路亚。我们焕然仙境，拥戴你为王，荣耀都归于你。君王就在这里，大能彰显这里，何等
告，在你的身体上面有病，牧师也有病痛，但是你知道吗？神医治我，这个医治也要分赐到你的身上。把你哪里的疼痛，你将你的手放在那个部位上。牧师现在为你祷告，带着信心，带着信心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耶稣，你就是那全世界宇宙当中最伟大的医生，因为主啊，在你没有死亡，主啊，在你已经得胜了死亡，并且带来了那复活。主啊，我们也要复活。主啊，不仅我们的灵魂复活，主啊，在我们的肉体、我们的疾病上面，我们也要得到医治，我们也要得到复活。主耶稣，心脏病的你要医治他。主啊，肾脏功能不好的你要医治他。主啊，在肺部有肺癌的你要医治他。主耶稣，那乳癌的你要医治他。主啊，那个骨头退化的你要医治他。主耶稣，还有忧郁症的主，你也要医治他。谢谢主，让我们在这里能够领受这何等大的恩典，因为耶稣你爱我。主啊，我们也爱你。主耶稣，我们也爱你。谢谢主，恩典大而又多在我们当中。感谢主，望就在这里，我们焕然仙境，拥戴你为王，荣耀都归于君王就在这里，大能彰显这里，和散那归于至高神主耶稣。我们弟兄姐妹来就在这里，我们焕然仙境，拥戴你为王，荣耀都归于你。君王就在这里，大能彰显这里，和散那归于至高神主耶稣，和散那归于至高神主耶稣，和散那归于至高神主耶稣。你跟耶稣说，主耶稣，谢谢你。主耶稣，谢谢你，我得医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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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耶稣，谢谢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真的祝福在你的身上，也扩张到你的家庭当中。阿门，阿门。弟兄姐妹，请坐。这时候我们要来奉献，奉献是回应上帝的爱以及信心的行动，请以感恩的心、敬虔的态度来。开始奉献。世人左前，谦卑领受生命活着，生命触摸，重新的力，表达主人真心所愿，甘心的力，真心全意。
会众请起立。谦卑领受生命活泉，生命触摸，重新的你，报答主恩真心所愿，安心的旅行，全心全意，一切所有都属都是恩上加恩，地上加力，分别为神归于你，恩上加恩，地上加力，分别为神归于你。会众请坐。事工分享，我们请潘牧师。好，这是我们这一次的导读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来，请。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是我们都要力上加力，阿们。好，我们再下一个。好，那这是烈火特会呢，在这3天当中，我们总共有133个人次来参加，神也祝福，特别也祝福在新店行道会，他们愿意这样付出金钱、付出人力，为了要建造世界各地的教会，让教会复兴起来。好，那我们在特会里边呢，有我们的乐团，有我们的青少年。参与在他们的服事上面，神也祝福你们。好，接下来周牧师今天不在呢因为他到永和去参与服事，我们也常常为牧师来代祷。好，再来等一下呢，小组长呢有一个陪跑的棋具，就针对今天哥罗西书呢，我们的小组的带领，特别现在有拓殖的新的小组长，我们知道怎么样来带话语哈。所以呢，这是等一下呢，大概牧师会用15分钟。那另外呢，也要讲到3月22号启动的仪式呢，我们小组长有一些要配合的哦。好，这一次跟去年不一样，所以我们来留意一下。好，那我们现在拓殖的小组呢，他们现在已经开始都在运作了哈。采题小组在周2，好，再来。好，那这是名家小组在周2的晚上，再来。信如小组是周4晚上的8点，诗词小组是周4，好，再来。好，这个是嘉佑小组。好，我们再来。好，那这是慧华小组。好，所以呢，这些的小组呢，我们也常常为他们守望，在 RPG 里面祷告，让每一个小组不断的复兴起来。那今天呢，我们有一个很特别的元宵幸福的餐会，就是我们邀请了在去年他受洗的。然后呢，在我们1月、2月来的 Best 我们为了要跟他们有一个交流，更加的认识，所以呢，我们呢，这一次有了这个幸福的餐会，等一下就在4楼。好，接着我们的更新营的学员呢，也来留意一下。好，接着我们呢，下个礼拜2025年的导读手抄本，下个礼拜要来颁发我们手抄本，已经装订好。我们这次总共有130多个人哈，感谢主。好，再来我们的幸福小组的升级版首部曲，所以呢，这一次是我们的启发的开始，所以小组长要担任副长，因此呢，这次我们特别呢，为了小组长制作了 T 恤。好，所以呢，我们这个小组长赶快来登记这个T 恤的 size， 因为我们要赶快来制作哈。好，接着，好，那4月5号的受洗，我们也来留意。好。再来复活节，昨天晚上呢，圣歌队在这边练歌，多少人你们知道吗？队长，昨天晚上多少人？忘了数了哈。男生8个，女生11个，多少人？19人，够不够？好，你没有参加圣歌队的举手，没有参加的，多数的人都没有参加。牧师邀请你来，新朋友你也可以参加哦。新朋友欢迎你们来参加，好，参加这个就像以前的合唱团一样很棒。所以牧师鼓舞我们一起来为耶稣的复活而唱好，接下来
好，那下个礼拜呢会有爱无国界的关怀，特别是这是连家恩医师发起的这个协会哈。那下个礼拜他的秘书长呢要来报告他们怎么样在这个缺乏资源的国家，特别是非洲呢提供义诊，让我们也一同来关心。好，那我们的青少年5班儿童呢，星光学院都开跑了，我们要赶快来报名。你的孩子，你就是让他来星光学院，你的孩子就是让他来5班。让他从小就慢慢让他结果增长哈。好，再来，乐龄营呢也准备开始了哈，我们留意时间。好，接着，好，那个奖励金哈，信仰奖励金审核，所以呢在周报里边我们来看，3月15号以前你要复查，一定要在3月15号以前哦哈，留意这个时间。好，那在上个礼拜呢牧师为月儿姐妹的婆婆来施洗哈。因为月儿姐妹在信仰上面她的一个坚定，然后带给这个家庭极大的祝福，所以呢，她的先生也同意她的母亲能够来受洗哈，所以我们持续为这个黄闪姐妹来祷告。我们的中央空调呢，现在来到286万，我们也要继续的来为我们的空调的需要，还有整个工程的进行来祷告哈。好，那这个是央青的活动，我们也来留意一下。好。再来就是代祷的有这一些的弟兄姐妹，那不论你认不认识的 RPG 里边，你为他宣告的时候，他就有得医治哈。好，接下来我们要来欢迎冰香妮姐妹，哇，一个非常美的、非常香的名字。陈柏之牧师来他介绍的，来香妮在哪里？哇，香妮是感谢主。哇，所以你之前呢是认识陈柏志牧师，好，所以你现在是住在这附近吗？欢迎你来，我们一致的欢迎。他的名字真是非常非常的美，对不对？看到他我们都会笑，看到他我们就变香甜了，阿们。所以香妮非常的欢迎你成为我们的新家人。好，请坐。再来，接下来。志刚介绍的，哇，这个名字也非常的特别，怎么念呢？哇，这个不是宇宙吗？这是外星人是不是？来，在哪里呢？新恩？哦，他先走了，哇，好，外星人走了，我们下个礼拜再介绍他。好，志刚你要跟他传达哈。好，再来，下一个是耿明，哇，这个名字真的是太亮丽了。耿明在哪里？哦，哇，耿明弟兄。我对你似曾相识，呀，是，所以在你的名字里边，你是一个发光的人，阿们。在你的家族里面，会有很美的新的事情要发生在你的家庭里边。我们再一次的鼓掌欢迎我们的耿明弟兄。好，再来是玉华在哪里呢？好。我们欢迎我们的玉华姐妹，哇！上帝大大祝福玉华哈！哎呀，真是在她的里面呢、她虽然年纪有一点长，但是她的白发美不美？我们像看到白雪一样美丽。上帝要祝福你哦，玉华姐，让你越来越苏醒。阿们。感谢主。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到，还有吗？好 ，OK。那这几位呢，刚刚介绍的，请你拿着你的包包啊，跟着我们的迎宾同工呢，教会呢有个礼物要来赠送给我们。好，你跟旁边的你跟他说，非常高兴你坐在我的旁边。好，那我们一同起立，我们一起来祝福。平安喜乐在心里，让我们来祝福你。每一天有盼望，有能力，微笑大大的爱，你
谢主，我们依然站立来领受牧师的祝福。愿天上的父，你将那属天的信心、爱心以及盼望，要放在我们永光的家人每一个人的身上，并且主啊，这个爱心要扩张，直到他们的家族，好叫他们的家族还没有认识耶稣、领受这份福气的，都要成为耶稣的儿女。主啊，你要祝福永光教会，不论在国内、在国外，任何一个地方，透过直播与我们一同敬拜的，主啊，凡听见的都必得着圣灵的恩典。谢谢主，你将那属天的盼望，让我们充满了从神来的那判断力，知道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唯一，跟随主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姐妹，大家平安，平安。上帝祝福我们，大家请坐，下个礼拜见。